人性是明明可知的，上帝实际是眼不能见，但业者所造之物，何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孔子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法来证知，但是很多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不会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是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太初道与同在道神，一位名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万物世界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起初神创造天地人之后，事情已经绝望了，地是空虚混沌，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若回生时，要有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看光是上帝，就不见光的并不分开了，就不存在。空中有许多电，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日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载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者，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两字上帝的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因智慧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诸子和成子
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信奉的真神就是民间的圣人所信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心定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地神出此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当第52天下有始娘上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亦知其子，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郡子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实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明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上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识通善之士的身上。所谓道化成真，在我们中间，天主国语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成当第25有部分讲解。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宇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地道德经会成章第25王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母生老母，王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意见光上帝子而真藏无量慈怀传一指心虚大化众人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父18父母朝母娘万灵归真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宣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即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一份，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照向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一尧之大仁，虞舜之道教，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善才，老子之善怒，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智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木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无量心。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日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心之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主宰，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身，从其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文王，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中，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之中，西北南西北西南是指之上下。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观圣之刚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外化的真主宰。所以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时空片，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同义，为万物苍生命的大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乃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不恒，用在不言为范，其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上帝母与母同音同义，自情与父母自相敬，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头，代表天空是阴阳灵，代表用至尊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的至公，有用无体，乃直相其体圆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界。二点语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后呼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体，众生阴阳同时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标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祭典如叫天上天上帝、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施其小雅，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主不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明若有恒性同二点教日如来毗毒遮那无等法华文句为法身如来名其独本，此三以骗一切处。参经一问品，若物无生论法。见西方只在刹那有用，大日经书印云，但因毗毒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明之意。代表无极。从16曰所谓毗毒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业。经法身如来亦不如是，故以为也。单点道教无道极仙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理生，极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于真如本自业道真人和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古典回教阿拉真主。所以无荷兰经卷奉大人此真主之名6点先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如胡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除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有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11里的地佛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有6。3真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爱的，112他物之名不被生也。112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如114真神造上帝生命在他头，一切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如降一切生在上的人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成肉。在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自知约翰福音14:13于14耶和华4点耶和华
天父、上帝等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幼拥有的人。亦即不生不诸天之国与神为诸天之国以上的主宰，母居离天，在诸天之上，为外灵真在上帝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动的能量。除了此互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你思化主为达帕若提弗拉因他是真主。使我一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即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里看到佛家所言正法典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真人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五神图玄牝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弥目、两目米、木垂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或施洗在恩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家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的根足，没有经过佛之明师之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小命令经典，又正无有正法掩藏涅槃脑心。实相无相，为教法门里文字，教外别传。二国在灵山的远求，灵山指在如今头人与人有的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是正法秘传世跟在灵山会年或是众。事实众皆默然。为家舍尊者或言为教，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教法门无立文子，教外别传。主摩诃迦世尊至多子塔前，摩诃迦舍真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对道曰：无以正法掩藏
日复于主人如故时，如登会元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著僧贤离比丘三一之一，华译为众句十一，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世界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尸体，正法秘传会能及会祖以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体。不人简易为说当经至因无助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根，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师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成万法主之物本性，会能曰不是本清门，绝早足以自。若是子本清，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in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麻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又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开国基庙会中明国众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find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开为国际基宴会中华民国众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人 Because narrow the gate and difficult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会能言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开中国际基宴会中华民国众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指出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国家原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开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睛飞禽之类湿生口鱼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不其在世侯开会人。任母归根修道六地，在离苦的乐为9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生圣玉人观。总托苦百济，母最为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草灾，上操祖，下作权施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
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能表示素拜真师反倒第二点苏基督圣经空使玄真意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前进素拜工程早归根自显示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在1个5点孔老夫子求神之化之奇，定静安律见本人百玉红莲商。3角原来一3大圣人发庆的人得了窍妙为保家务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牵后则圣道以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道两物都道，本末导致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早在此逆中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子曰：其而后可知。庄子曰：在以曰：何其下也？曰：在其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曰：何其欲？甚且曰：止你。东郭子不欲前，庄曰：子之本也，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律其也难报，每驾驭况四海为莫比，无忽逃物，只道作事，大言亦然。此中间人三者，一名同时其之意玄平庄子之北有第22老母娘的心生13山夫子里难得以圣人训子失戒，一戒欲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无人我空一环9一玄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来随母去离边及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横青龙画彩共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侠无事遨游天妙境卷来过下棋或将云谈的是天曹点雄将玉一欢的是登云斜间大山老母娘的心生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因空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技术与道为无我命七国治理或前万八在技术顶天始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古至今着记行为地百山川智慧天地交月造对阴阳和阴晕万类生玄此一世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前老母娘的心生三道极理比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在万灾自无走一道妙神千亿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古无人焉缺少女男纳持节为母或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其降
凡皆屡次的差员佛东捕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凡奈何为无？报下且久，三山多红了，萨摩南设一个大千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天一修为礼，先众佛自走醒来，不见人，又不见天一，且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自为娘为原子缓众等速分末在脸，如若是天一且标语二赠尔，那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看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母言其末打开不度听烧书听听度佛言当点为就良善降节乃未收恶上。老母娘的心圣子归论须用真心体会娘的心声，而因莫结识其类般握今日现教圣子法前数位考验坚守愿解共不总华，极乐国愿教随耍成青龙化彩不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愿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腾其青龙化作彩色会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妙开，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玩无阴阳无对待至彼纯然理天无寒冷热，即纵是下是温度无数亦无阴阳之对一有纯然一环理有其理天是神天亦难阴阳对待地不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缺少自性之理纯然为母无安不数者九六子无事正遨游先天愿景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肯人下无任由上千美至或下棋娱乐红或弹琴交浅理天之幸福能选之是具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来，意之所而为。吃的是仙桃或琼浆玉逆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逆，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实都系东海有山名古所山上有大桃树，盘须丹天底曰寒武至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地仙桃4颗与第10折收其和欲收良母曰此桃乃3000年一时。中下地国总之不生，必乃至体会论无即为正欲至善保定而因空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保定是无极的境界。正之将欲，此地至居至景而通万物之教材，是一切万物之根源在之天国。自从那蒿子被剔除以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婚前1元12惠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名会生人卯会辰巳会会未申人灭有会灭会淹灭害会浑混美离各有万灵800年。
一元宋时29600年期佛致仕，三佛收元期佛致仕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育佛4800年地10800年卯冬甲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增佛7080年地10800年陈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地10800年智慧东北方济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武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天阳旗掌天盘以川莲池会家人佛弘扬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杨旗掌天盘龙华18000在艺术天始成，又在子丑会满地安全子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聘第10800年里。地完全只为会数景内自治元满5会元灵收回会灭地居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寒至斗浊气降为地土法山川清之气上升则为天论无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而此为气所居之处，众佛之气下降得为地，以为众佛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主宰山川之此为象界所居之处，是因北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君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分散阴之值，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品类，自即是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极动法行分前即是天妙体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应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极理极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生三道即是理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能生二能生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生三才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掌天盘意图让其生化5万点天盘地外其东北无人天缺少南天地继承万物以其北，这就是向天亦称佛世界天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名不一而独，这世界创之人尚无人间缺少男女，整个世界
法人管理统治，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6子7将，兼由于天地有定数，天上升则为天，平居有言将满者，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人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真理的差源佛东土，而下来一次，但一次不肯至。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未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以为凡间土之根和为我造之道也有山波洪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铁酒。在山天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天池集来洗澡，机会天衣邪收为礼。天老母娘还设立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真衣天邪都收为礼。天众佛子请来，不见有面，又不见天衣邪，可在哪边众佛自救？请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天衣天邪，为娘我悲痛为原子呼唤。众等素东恩莫照在脸，老母娘因为要与原胎佛自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伤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离天之书是自在万点，如做事天气交与等那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天衣天邪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苦海。遮住之和树叶遮残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教回悲叹母我，至何时方大家凡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不要魂一般，上帝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大差普渡，听烧书听记，请亲度佛缘。老母娘回答：到3期末节大差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作化动原胎佛子，到一回家之无可奈何。将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请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应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和同步与皇元听了母娘的话语，众原胎佛子心
中由纯金鱼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婆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解下了红给众人婆子，以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到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原婆子东土，而根治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从此皇母之源开佛自便向土根时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地人间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婆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难过，而众婆子自此以后却渐渐的折磨与煎熬。堂弟白父宗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一个肯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内，想而再是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隐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元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想起众婆子在世间受苦，母亲就难